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南投县推动好食民俗，今年来到第6档咯。今年有43间的业者通过认证，县政府特别来举办授证典礼。观光处的处长陈志贤勉励所有民俗观光产业的业者，做伙来提升着服务的品质，营造家己的观光特色。 县府推动好食民俗的认证计划有成，今年南投好食民俗的认证总共有43间业者通过，观光处办授证典礼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转型、创新，然后多元的一个收益跟价值呢，把这个好食民宿的品牌、好食旅宿的品牌重新再来做一个包装。 为了鼓励更加多好食民俗业者用南投优质在地农特产做创意料理，现场举办民俗业者加品味南投农特产品的媒合会，有12间小农单位加2组暨南大学学生的创业团队参加点春。农特产品的部分呢，结合在我们的餐食旅宿的餐食里面，让早餐来的时候客人可以吃得安心、吃得放心，然后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南投的在地食材。期待业者加在地产业合作，协助观光产业。 在疫情过后，会使继续创造商机。